最後一位係我本人嘅。咁啊，局長啊，最近呢，我見到一個著名嘅嗰個搜尋器，佢一個咁樣嘅自己自編自導自演嘅一個所謂報導，就話呢，因為有呢一個教師嘅一個新註冊制度再加上縮班殺校，咁呢就鐵飯碗不再啦，香港樓價因此會大跌啊！我覺得即係呢啲咁樣嘅假消息呢，真係相當離譜。但係我覺得呢，亦都我哋要睇翻一個事實。就係我哋而家嗰個新嘅學齡人口，因為呢個議題係我哋好多議員關注。頭先亦都有議員提到啦，我哋未來7年小一嘅嗰個適齡人口就會下跌1/4，中一嘅適齡人口同期亦都會下跌1/5。確實呢，就呢啲數字係嚇壞咗唔少辦學團體啊、學校以至老師。喺我哋整個呢4年嘅立法會議員任期入邊呢，我哋都好關注。其實教育呢係唔能夠只靠縮班殺校，確實呢要通過人口政策搞擴張型嚟到滿足香港未來嘅嗰個社會需要。所以喺呢啲方面呢，我認為當局喺做一啲嘅教育嘅一啲適齡人口嘅推算嘅時候呢，確實要考慮埋一啲各項嘅人口人才政策。因為呢，如果你只係預期佢跌而唔採取任何行動，但正其實特首都好對呢樣嘢好驕傲嘅，因為都係非常有成效。我哋喺個國際排名已經第4，呢啲我覺得當局都要考慮埋入去咯，就唔係話單純睇一個收縮型，要從一個擴張型去睇。所以將啲學校如果有啲殺咗嘅話，咁亦都唔好話馬上交翻俾其他部門，就改做其他人用途。點解你唔難保我哋會重新個人口會上升翻呢？係咪？第二樣嘢呢，就係我哋睇翻。就係我都見到當局今年呢，就喺個直資學校方面呢，又容許佢哋超收啦咁樣。其實實際呢，呢個做法呢，就係唔係嶄新嘅，因為本身可以收啲 non-MMT 即係我哋簡稱為國際學生呢，其實一路都存在嘅，俾啲直資學校。咁喺呢啲方面呢，其實就未來就應該唔好只係超收，而係擴班。仲有一樣嘢，我俾到個建議就係。其實咧好多嘅學校咧，佢哋都好想會唔會有機會以試點形式同我哋國家教育部啊，以至到入境處一齊商討放寬啲學生簽證嘅規定，俾我哋香港咧有我哋香港嘅7個嘅陸路口岸一啲公營嘅中小學，俾佢哋以一個先導計劃形式咧去用自費嘅嗰個方式嚟到修讀一啲MMT 嘅同學。因為頭先局長都提到咧，就未來咧就可能係國際學校方面啊、直資學校方面做多啲，但我覺得都要聽到我哋公營中小學辦學團體、學校老師嘅聲音，我覺得佢哋都好想貢獻。我希望當局咧都要睇埋嗰個人口政策嘅變化，都作出相應嘅嗰個調整，唔好淨係因為教育局唔應該只係揸數，應該要睇清楚我哋香港嘅未來個需要，好重要嚇。唔該。係多謝主席。完全同意你講咧，我哋喺教育裏邊係要擴容嘅。咁當然喺高等教育、專上教育嗰方面就呢幾年係做得比較顯著一啲啦。今年嘅施政報告啱啱我哋喺上一個議程都有提到，就係喺直資學校都係以一個試點嘅形式，唔單止淨係超收嘅，亦都可以加班嘅。即係喺直資學校佢如果覺得有空置嘅班房，都可以提出係去擴班咁樣。咁我哋都希望啦嚇，即係因為直資學校就正如主席你講，而家佢已經可以收㗎啦。咁雖然咧佢而家收咧就會佔用咗一啲本地同學嗰個位，咁將來佢可以即係額外再加上去嘅時候，佢可以收得多一啲嘅同學。而呢一啲嘅同學其實亦都即係呢啲學校佢都係有一定嗰個收生嘅吸引力嘅話咧，都係一種擴容體質嘅一種方法。咁除咗直資學校咧，其實就剛才阿朱國強議員問嘅時候都有提到咧，我哋喺津校
都係容許一個咧就係4班變5班，都係擴容提職嘅一種，就係咧我哋又係試點嘅形式啦嚇，以5間嘅資助學校官立及資助學校為上限啦，咁所以咧亦都係可以有一個嘅擴容提職嘅做法。咁至於咧即係有一啲嘅學校佢剛才講到話結束咗咧，我哋都唔係一定話即時咧就會係交翻俾即係地政嘅部門嘅。我哋喺教育嘅層面都會檢視一下。舉個例，如果嗰個校舍都係認為係合適可以重置一啲比較係細小舊嘅一啲校舍過去嘅話咧，我哋都會係考慮，或者係愛嚟繼續係留喺度愛嚟作其他合適嘅教育用途嚇。包括係有啲學校佢要做重建啦，咁啊短時間我哋需要揾個校舍等等，咁呢啲嘅工作我哋都係會繼續。至於咧會唔會探討用一個試點嘅形式，都去爭取係內地、澳門、台灣嘅同學可以以非本地生嘅一個身份、學生簽證嘅身份嚟到入讀我哋嘅中小學咧？咁呢一個咧，我哋會繼續去同教育部去探討嚇，即係試點如果係點樣去做嘅話，呢個都係要即係通盤作一個嘅考慮。多謝主席。